讲到这几年校园霸凌的代志，拢闹真大。为什么会发生这款的代志呢？这嘉义关某一间中学发生校园霸凌事件，今早起呢有学生提这BB弹的家属证去威胁伊的同学，而且去互威胁的学生呢，就通知家长来到学校。嘉义关少年队接到通报了后，就把这请早登去调查。受害学生和家长拢指控讲，因是长期遭受这款的霸凌行为，就算学校介入去处理。赶快会用话来改霸凌。BB 弹枪，要用瓦斯罐的那一种，就是指着我的肩膀说不要动。那时候你感觉怎样？就生气跟害怕，然后转过去看他，然后他就回我说脸干嘛这么臭？我只是开个玩笑而已。互人提家属情危险，儿童区正惊吓，赶紧通知家长。警方也接到家长报案，到学校。不过家长表示，这毋是第一摆发生。进前囡仔捌互共班7、8个学生关一笔摒扫的工具，柜仔内底无成功，最后将伊反锁伫后阳台。学校介入处理了后，转做用火攻击。他们很崩溃的跟我讲说，他已经在学校读不下去了，他很害怕那7、8个同学再次对他下手。我已经有进入那个学生反霸凌的那个流程。代志发生伫嘉义县一间中学，学校表示第一时间联络导师甲双方家长，各由霸凌处理小组接手相关程序，针对学生早回禁品入校，会无定期家用列管。学校目前对于安全检查方面，它有一定的法规的限制。那我们也会针对学校一些特定的学生去召开安全的会议，然后去列管这些学生。那一旦列管之后，我们会针对这些学生做不定期的一些安全检查的一个处理方式。这样，学校是一个学习的一个地方。那针对违禁的一个部分，我们还是请学校还有家长确实不要带这些物品进入。因为受害学生家长已经提过，少年队将请早登去调查，佮接受处理。学校同时启动辅导机制，深入了解原因。记者综合报道。